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三甲会当伫主的圣殿三甲来敬拜上帝。我伫大桥教会人数无多啦吼，40位、40到50位。人甲人的中间若聚集的时阵，每一礼拜拢是非常的珍贵。咱来到教会，毋知影有即个心情无？甲兄弟姊妹会当三甲见面，甚至会当三甲来敬拜上帝。所以，请你往你边仔兄弟姊妹甲伊讲，真欢喜看到你。咱三甲做伙同心来祈祷，全能听阮的阿爸爸上帝，主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圣神的保守甲平安的赏赐，互阮通伫日常生活内面，毋但得到主你的固守甲帮赞。主，阮嘛会当有平安的生命，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主上帝。阮的心满心感谢你，因为生命是上帝你所赏赐上珍贵、上宝贵的产业。愿你帮助阮，互阮带着诚心实意的心，来到伫主你的面前，谦卑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所要引带阮生命的道路，帮助阮。当阮伫生命顶面有拄着困难的道路的时，伫软弱的时，当阮游玩伫软弱的中间游玩，甲主你建立美好的关系。当阮要做伙三甲来领受话语的中间，求上帝你圣神毋但充满阮，嘛帮助阮，互阮伫神的中间，搁一摆勇敢徛在，来发挥阮生命应该爱有的色彩，互阮的生命通活出有价值的生命。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今日我非常欢喜，会当来到倒转来富强教会，是过去上帝呼召我无论新学生的时当开始牧会做青年的牧师，甚至互我伫开始独当一面，家己出去牧会的过程。富强教会会当讲是我非常感谢主，上帝带领我会当伫这个所在学习的所在。所以每一摆来到伫上帝面头前，上帝拢透过伫我所接触的环境，在帮助我会当看见无相款的异象。上帝嘛，互我伫教会内面，通过自动的牧师的带领，帮助我开阔我服侍的眼界，互我伫无相款的生命顶面。通过陪伴青少年，分享我生命的故事，甚至伫彼此牧养的过程的中间，生命被造就。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圣神是要引带咱行伫平安的道路。阿门。上帝伫你的生命中，毋知嘛有相款甲我有即款的体会无？兄弟姊妹，当我伫富强教会时阵，我看见。几摆我若转来看见这青年，因开始会晓服侍，当因的生命开始有无相款的变化时，我的心是何等的感谢上帝，因为我知主耶稣成做我生命的大牧者，引带我行伫迄个正确的道路。安尼，我想要问咱，歹势，这个音量再小一点，这个音量再小一点。你歹势，我声音较大脑空啦吼。咱对牧者的脚步咧行吼，你会平安未？会袂？会啦，应该甲你边仔人讲，应该着爱平安啦。细汉的时阵，我对我的老爸行，我知影我真平安。我毋捌的时阵，我就会甲问，因为伊着真做家庭的牧者。当我开始做三个囡仔的老爸的时阵，我就开始要安怎讲每一句话的时阵。互我的囝儿通跟对行了正确的道路，我就开始知影我伫家庭做老爸就是一个好的牧者，就爱真做一个好的牧者。兄弟姊妹，当咱咧讲，咱真做主的学生，真做主的门徒，真做主上帝所拣选的囝儿，咱有一个要紧的使命的工课，咱要做啥物？要做啥？无，要传福音。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你着爱传福音。传什么福音？传你生命拯救得救的福音，传你生命被主
赐了平安喜乐的福音。阿们。无人讲信主的人艰苦一世人，一定是安怎？你咧敲找一个上帝以爱你的生命，会当活出一个真正新的生命观。所以，我伫大桥教会伫牧会过程的中间，上帝毋但互我看见新的路，嘛互我看见要安怎样帮助这的信徒，更加伫圣神的引带中间，行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有人讲，牧师，但是有当时吼，你讲的话敢若怪怪的。我讲怪怪无要紧，迄我甲上帝的关系，你对我行就好啊。一开始，当讲会讲，我需要少年吼幼稚，有一寡经验无合、袂捌。我讲无要紧啦，至少我若犯错吼，上帝责罚我啦，袂责罚你啦。敢毋是？兄弟姊妹，军队牧者所行的检采，你会感觉这个牧师敢若咧做独裁者。但是我认为，伫一个环境的中间，上帝一的确通过一个属灵的导师，伫带咱行伫信仰的道路。所以我真欢喜看见富强教会，伫我过去带领这青少年伫圣神的感动的下面，引带有2位已经做牧者，即瑞平啊，搁即个廷恩，我有时会去 YouTube 去看因教会牧养的教会，因伫牧会伫讲道的过程，我常常伫为因祈祷。恁有咧为着咱的青少年，为着咱的细囝咧祈祷无？兄弟姊妹，我看见过去牧者安怎样引带我，甲我讲，牧师委员牧师，你去引带这细囝，去讲上帝爱你去讲的。我真感谢主，上帝一直爱咱，会当有一个真清楚的方向去讲应该讲的话。所以，甲你边的人讲，你所讲的话是代表主上帝。为什么我安尼讲？因为咱的生命是照着上帝形象所创造，阿们。所以你讲的话，敢应该着爱亲像上帝，爱袂？爱有听嘛，认心嘛，爱有希望嘛。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希望吼，咱今仔日对教会行出去吼，毋是干日教会快乐咧吟诗唱歌讹了上帝。当你行出教会大门的时阵，你的面有哪是安怎？抱着信心，抱着喜乐，抱着有盼望的态度去面对上帝所托付你的工课。所以兄弟姊妹，我真感谢上帝，上帝爱咱的生命，会当认定伊是听咱的上帝。阿们。所以咱做伙来宣告讲，上帝是听咱的上帝，上帝是拯救咱的上帝。上帝是享受丰富生命的上帝，上帝是享受快乐稳定智慧的上帝。感谢主，上帝伫互我伫大桥教会的过程、牧养的过程的中间，经验最的新约技术。今仔日我毋望咱会当三甲来要紧的一个功课。就是亲像咱 PPT 所讲，咱做伙来读美好的信仰生命，需要先有开阔的眼界。美好的信仰生命，你需要有先有啥？开阔的眼界。当我开始当要教导主女的时阵，人讲第一胎吼安怎照书养，第二胎怎么样？照猪养。所以呢，我第一胎安怎？我囡仔顾讲，你着安怎吼？食物件爱细致哦，吼毋通安怎。结果咧，大汉了吼，这个大汉的我毋知影要安怎表达啦，因为拢照爸爸妈妈所讲的安尼做。其实我毋知影什么叫做对话，但是当第二胎，我发现，哎呦，真的，他其实会使安怎？你会当甲伊做好朋友的，你会使甲伊做伙学习的。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知影其实有足侪物件，我是用我家己的方式。但是上帝互咱有一个智慧，就是爱咱有一个新的意象，通看见咱的生命有水的一面。每一个人拢无相款，你有你的家庭，我有我的家庭；你有你所看见的事，我有我所看见的。每一个人生活的区域拢无相款，但是上帝拢互咱有一个新的方向，有无？譬如讲，你奥多摆啊，若较歹啊。较早骑的奥多摆是啥？会脚踏车，有脚踏车通骑就袂歹哦。咱在座有真侪长辈有迄个经过迄个时代，无奥多摆的时阵是骑脚踏车，
有无？无汽车的时阵，骑机车就安怎？足好诶啊！吼，我会记得我的爸爸妈妈因当啊蜜月的时阵是骑奥多拜金旺啊，然后环岛啊。即摆时代吼，当然嘛有24耐啦，青少年24耐啦。但是咧，咱会看见伫咱的生活中间，无论车也好，厝也好，无论教会也好，甚至是咧咱将囡仔送来教会也好，你拢有新的目标、新的梦想，有无？有无？你的期待，这就是一个美好的信仰生命，拢每一个人心内拢会有的。但是如果有一项代志你若无改变，就是你的眼界若无改变，你敢有法当经历？你无法当经历。当3年前，我去到伫大桥教会，伫就任式7月时的就任式的时阵，就发生一个真奇妙的新约技术。当阮按算好迄日应该就是500个人的座位，甚至500个人，后来500份的礼品。但是迄日拄啊发生2个风台天啊，2个风台天，我着祈祷，甚至东港我甲东港讲，我看吼风台吼要来啊，咱安怎？这礼品减少，减100份。结果迄天来咧，有500人无？有啦，若有去参加的人会看见，迄天有那是天气好，吼，会知啊，哇，拢是好天。一直到下晡2点的时阵，阁好天，到礼拜煞5点开始落风透风。兄弟姊妹，这敢毋是一个新约上帝新的异象在互你看见嘛？我甲主讲，主啊，怜悯赦免我诚做一个牧者，我带领我的同工，无用信心，无用新的异象来带领因所看见的事。所以兄弟姊妹，甲你边的人讲，你着爱诚做一个异象的带领者，你着爱诚做一个异象的带领者。为什么安尼讲？因为今仔日你倒去你的厝里的时阵，你开始面对你生活的问题，你开始面对你甲人的关系，甚至你甲你的子女、甲你的父母的关系，所以你有可能会开始用你的情绪，无用上帝的智慧来去判断。所以咱每一个人拢爱掠掉有新的眼界，你较有法度通领受到迄个美好的信仰生命。所以兄弟姊妹，我伫上帝的面前，常常咧甲主讲。主嘛咧甲咱讲，圣经内面马太福音书第6章21节讲耶稣甲门徒讲啥物？讲因为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也就伫遐。意思是啥？通常咱要奉献的时阵，拢会先想啥？我裤底有钱无嘛？敢毋是？但是咧，咱就想讲无我若有钱，我就奉献偌济嘛。但是即句话是倒头边的。你若是先将钱放伫上帝国的时阵，你的心自然就对去遐。你若将你的钱放伫你的车里，你的心就伫遐。你若将你的钱先放伫你所爱的物件，你的心就伫遐。伊咧讲的是一个要紧的工课，嘛是基督徒应该爱认捌的关系。过去我毋捌，有一摆我的老母甲我讲，我的妈妈甲我讲，这笔钱你着爱摕去伫台中的教会有需要的教会甲伊帮衬。我讲好，我知，我伫祈祷中。即间教会若有需要，我会去甲注意，甚至去甲伊奉献。对迄摆开始，我从来拢毋捌去带念即项事。每一摆老母若敲电话来，牧师妈若敲电话来互我就讲无问题，无问题。一直到我发生车祸，后来等我咧回复的过程，接到一通电话，讲吴先生，你是不是有在网络上买了一个东西？那个300块的东西，我没有收到你的钱哦。所以呢，迄个时阵我就开始讲系啦，要安怎办？迄个时阵我的头壳因为当下车祸了，无解清楚，这个故事无人知影。但是当我就去到提款机开始操作，佮继续操作，咱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啊？被诈骗了。后来我所欠包含牧师妈所互我爱去帮助教会的20万，拢总20万，包括我所有的积蓄20万，全部付之一炬。你了解我的意思无？你的钱，你要先放在倒，放在你的心内讲，好啦，我知影啦。当我知影会使的时阵，我才去放。想办，兄弟姊妹，上帝互咱有一个足要紧的工课，就是伫教会内面，咱知影，咱来做传福音，兄弟姊妹彼此相听，甚至做传福音牧养的工课。但是咧，咱人甲人的关系，咱有上款去持守掉的无？
这个关系是非常的要紧，嘛是上帝喜爱咱每一个人的信仰有一个美好的信仰的价值观。人的生命若敢若有圣经的学习甲知识的财物，你甲人的关系无法度通建立的时阵，迄是相当大的损失。兄弟姊妹，伫我的信仰的生命中间，上帝一直咧甲我讲，唔通将你的心干那放伫伊的话语那顶，就爱将上帝话语甲挖出来，甲行出来。所以兄弟姊妹，伫咱今仔日所看的圣经节内面，以赛亚书54章第2节到第4节，是上帝安怎透过以赛亚先知教导呼吁这个锡安以色列百姓，就爱欢呼，就爱唱歌，伫迄个中间爱欢呼上帝拯救。伫这个圣经的中间，伊咧讲起，咱就爱确定丢白，咱爱确定丢白。甚至就爱安怎，唔通去甲限定啊！台语叫做限定、限制啦，吼，华语叫限制。什么意思？我感觉这是一个眼界甲目标，这唔是一个方法，这只不过是一个眼界的物件。但是后壁佫继续讲啊，伊讲啥？要牵长你的手，坚固你的脚啊！我感觉认为这是一个要紧的做法啦。甚至是咧甲咱讲，人甲人的关系嘛，就爱安尼啦。兄弟姊妹，你会感觉要甲某咪人关系较好无？你若发生冲突的时阵，你会感觉讲怎么办？我甲伊的关系敢若无介好。但一过了，你若回想起来，你会发觉，离你身躯边的人一定有迄个2档、3档、4档、5档，甚至10档，你拢要阁毋捌甲伊讲着。我曾经为着安尼的代志，当我伫主的面前认罪的时阵，我伫前2间牧养的教会，我时常咧为着我细汉国小的时阵。捌欺负一个用言语伤害一个身心障碍的一个姐妹，我牧养的前2间教会吼，这间教会非常大间，这间教会内面有一个姊妹，伊得癌症，我甲伊主持，后来有一个查某囝，就是我国小言语伤害的这个姐妹，你可以想象吗？上帝就是安尼安排，讲你要做我的奴仆，你就爱定心甲人定心建立迄个关系，无和好的关系爱定心被和解。所以我的心非常感谢上帝，上帝一直咧甲我讲迄个新的事。当我将这个代志甲我的中级同工讲的时阵，2礼拜前，阮伫拜3查经班的时阵，阮一位长老伊就安尼讲，伊讲牧师，我2冬前，我捌伫做工课中间。甲我的即个同事，有那做乌手的我甲伊错干交。但是我迄2冬以来，我逐日我拢感觉真艰苦，所以我认为真正牧师你讲的无毋对，真正我要爱安怎去甲人建立迄个关系，是爱去认错。所以甲你边的人讲，认错无虾米困难啊。认错会当帮助咱人甲人的关系会愈来愈和好。兄弟姊妹，圣经咧甲咱讲的，咱着爱牵长迄个手坚固的脚啊，毋是干那牵长。牵长你若嘛甲顶好调吼，迄个脚啊若无顶好调吼，你安怎连边就个歪去，连边就个废去。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面，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咧甲以色列百姓咧甲因讲起。互遮的每一个以后会当互遮的比列的归回的儿女、囝儿女、上帝囝儿女，会当定心着爱确定的境界，就是爱互因的眼界会当拍开，互因定心会当接纳伫上帝面头前，互上帝个定心接纳。其实上帝拢接纳因，只不过因无意爱，因爱因好的环境，因意爱无爱改变的环境。我毋知影，当你今仔日听牧师讲到遮，你的心内，我相信嘛有侪你心内讲，我若要，我也要，迄真困难呢。迄牧师你太少年太幼稚啊，你也毋捌。我甲你讲，伫我的生命中，我时常逐日每一摆甲我的信徒，甲上帝所托住我的羊群，我常常咧甲因讲，免歹势，你做你甲我讲，我为你祈祷。兄弟姊妹，上帝意爱咱。
你可能会感觉讲，我甲即个信用看了伤过水啊，毋是。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上帝是救你的上帝。这你有阿们无？上帝若是全能的上帝，上帝若是救你的上帝，请问，他拄仔咱所讲这信用的水的一面，有可能会发生未？会嘛，会发生啊！所以兄弟姊妹，咱人生命拢有压力啊。咱人生命拢有压力啊！咱人的压力对倒位来？你要了解。咱咧面对的拢是啥？我用这数学数学原理最近我领受一个新的看见感觉讲这应该跟咱大家做伙分享。咱的生命时常拢咧面对一个压力，无论伫你生活、工作、经济压力。但是压力的意思就是讲，你所受力的这个平面。每一个单位面积所受的这正向力，意思是啥？意思是讲，你若看这个数，这个表下底面这个分母，下底这个面积，咱若互伊扩展较大，顶面这个正向力会安怎？所影响所带出来的压力会安怎？会变小。意思就是啥？我认为下底这个数理面积，就是咱来到教会，咱咧面对任何代志，就爱将你的困难安怎分享给你的牧师，分享给你的这小组员，分享伫兄弟姊妹，你会当信任的兄弟，你互因来甲你帮助你，来分担你所面对的困难。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压力减少，忧郁症就减少。伫我带过的信徒中间，有一两位因也是有即个忧郁疾病的。大部分你若甲观察，通常因爱过着家己的生活，因袂爱将因家己生命的代志，会当安怎？会当分享互伊的兄弟，甲伊做伙承担。但是咱拢知影，咱拢要来找耶稣求上帝。但是咱咧祈祷的中间，咱讲主啊，救我，救我，救我。但是上帝嘛咧甲咱讲呢，有啊，我著派这个人咧甲你帮助啊。这个人咧甲你讲的话，你拢无要听啊。了解我的意思无？这个人拢是咧帮助咱的。所以兄弟姊妹感谢上帝，互我会当伫大桥教会看见上帝怎样，互每一个信徒是信的中间，伫生命调整的中间，看见上帝将新的意象。放伫大桥教会，头拄仔我咧讲到这个压力这压力会分做两种的形态我佮简单讲一下当压力你要逃避，你要闪避这个压力的时阵，通常人会进入，有人讲用食毒，甚至安怎会有自杀。有人要面对的时阵，用两种的方式，一种用暴力，一种用有动力的，就是透过有人甲你帮助，你会发现你会得到医治。但是有的人压力面对的方式是用暴力的方式，譬如讲，亲像我即摆咧做三个囡仔老爸，有时我情绪来我讲你安尼袂使，我就甲拍落去。结果咧，大汉的拍落去了，换大汉的开始拍妹妹、拍弟弟。了解我的意思无？这就是用暴力。但是当咱来有一个动力甲伊讲你为什么要安尼做？你精力旺盛，你喜欢打人，对不对？现在他没有办法控制，无法当控制。我即摆学一步，即摆咱政府有一个真好的一个医疗，叫做早疗啦，小朋友的早疗课程。其实你当甲送去真好，我感觉真好。阮的大汉囡仔我嘛有甲送去。你茫想讲牧师你做牧师人你送去迄，我甲你讲，这是真好。点播卡刷一次6次，没有挂号费了。真的，迄老师我拢坐在遐咧看迄个老师安怎教，我感觉真好。上帝透过安尼咧甲我教导，互我学习，有真侪新的知识、新的智慧咧帮助咱面对压力。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带领大桥教会，伫面对教会困难是甚物？阮旧底礼拜堂的厕所厕所是伫讲台的后壁面。所以呢，每一摆若信徒因若要厕所，礼拜中若无要方便的时阵，伊就爱安怎
就爱去你2楼来8楼推，啊，若较年长的兄弟伊就无法度。所以我会记得嘛有1、2位、几位的兄弟，因若有泌尿道的问题，有些时候伊就甲我讲，牧师歹势，我即礼拜请假。啊，兄弟姊妹，咱会当理解，教会无法度提供一个方便舒适的空间，互好厕所的时阵，其实教会就爱做这款的思考，甚至包含伫教会囡仔就爱爬去到第4楼，嘛无电梯，就爱爬去到4楼。有一摆我看见社区的一个阿嬷带着伊的孙仔来到伫教会，因为伊的囡仔还搁伫幼稚园的阶段，所以阮拢要求因的爸母就陪伴因的细囝做伙上课。所以因的阿嬷就爱爬楼梯，安尼噗啊爬去到顶面。后来我发觉，有几摆因我无要来啊。所以我就咧思考讲，教会伫硬体空间的确就爱做思考，甚至爱好好祈祷，求上帝帮助。伫这个过程的中间，上帝甲我讲，你毋通较急，因为伫2019年，其实是2018年的时阵，阮就开始有这款的异象，想讲爱来改变教会的位置，甚至也是要重新重建。甚至伫这过程的中间，后来上帝互阮一个意向，就是爱另外买所在啦。所以，阮就计划这个东桥地区、东桥地区，就是咱即摆总图，台南的总图，即摆已经买好啊。迄个所在差不多过去迄边应该会当有更较好的发展。教会中间，阮就有即款的意向，开始用祈祷，大家真欢喜，嘛有即个意向看见。其实对我来讲，牧会3冬的久久的时间。会当来做见证的工课，这是圣神感动的工课，是圣神感动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工课。要紧的是，每一个兄弟姊妹更加同心愿意。所以，甲你边的人讲，要做改变，就爱有同心的祈祷。今早起，我看见索隆长老伫遮带领咱，这个祈祷会知影非常珍贵。咱就把握这个时间，伫教会无相款的异象。同心，无论青少年的工课，咱拢爱搁较侪祈祷。每一个同工拢爱同心伫祈祷的中间去经历上帝的所在。兄弟姊妹，上帝话帮助伫阮遮的信徒，嘛，互阮每一个信徒去看见新的事。伫2019年的年初过年的时阵，阮想讲好，无咱就来开会员好会，就来决定敢是要来。教会来做处理，然后来换新的所在。后来2019年的过年的除夕夜前一天，拄除夕夜暗时，我拄好发烧啦。咱知影我是车好过过年时有2摆，已经是2摆啊。这摆是第几摆啊？第3摆。这是第3摆，拢是伫过年，所以我甲认定这是上帝要甲我讲话。嘛，真正是安尼，因为上帝甲我讲，伟月牧师，你较慢咧，等一下。因为阮所有的同工拢还无了解，原来阮教会厝体的产权是属于民族的教会，并毋是属于阮本身会通去做处理。但是你可能会想讲，安尼要安怎办？感谢主，上帝嘛透过，因为是民族的教会，好办啦。咱知影教会的产权是必须要由总会。大部分拢是6合啊，这6合啊无遐容易，财团法人无遐容易解决，所以呢，伫这过程因为产权是属于民族的教会，民族的教会因的会友会当为阮做决定啊，所以伫这过程的中间，阮开始祈祷，我讲甲所有兄弟姊妹讲，咱毋免烦恼，祈祷就好，咱无钱无要紧，教会发展基金敢若100几万，无要紧，咱祈祷，感谢主。后来伫7月时，去年的7月。民族的教会完成将阮大桥教会产权来做处理，后来中会嘛看见讲恁大桥教会真正是完整的，民族的教会嘛通过啊，好，不得不动了。好，那么安尼，请问恁要买的所在，东桥地区，敢真正愿意会买得到？敢有咧讲啊？有咧买得到未？后来伫这过程的中间，有咧讲嘛会使买迄个所在，这嘛是会当买啊。后来就安怎？就成功了，对不对？并没有。上帝安怎做？上帝互阮先卖掉，卖掉。你是不是讲会当卖掉？结果没有，没有买到了。要买掉的所在是3800万。对阮的教会40-50人来讲，其实
每一个月包含每一礼拜，其实奉献拢真有限。但是这个过程的中间，上帝互阮清楚看见，恁的眼界毋通放了上远。甲你边仔讲，眼界嘛着爱伫基督中看上帝的心意。来，眼界嘛着爱伫基督中看上帝的心意。上帝要互咱有智慧的心，感谢上帝。阮伫这个过程的中间，上帝甲阮讲，你写3万只。后来，阮就卖出去后，应该9月的时阵，已经将阮原先的所在卖出去。民族的教会就交互阮去卖掉。后来卖掉的时阵，我嘛想讲买会着，但是到伫11月的时阵，当叫即个建商啊，讲伊即个阮要买即个社区的大楼的1楼的所在，无要卖完啊啦！哇，完蛋了！我无回无加久，根本无过讲互教会，搁我卖伊，搁无甲无教会啦！哦，会着惊卖啦！我遮少年，我无甲教会，我无去啊！你会惊着呢？我嘛为着遮兄弟姊妹生惊，我讲嗨啦，歹势实咧！我伫主的面前认罪，讲主啊主啊，你着帮助我。我伫基督中，上帝甲我讲，你较无爱去找迄个理长看卖。因为我3当前我来到伫大桥教会，我就知影讲要做社区的工作宣告，所以我真期待有机会当认捌即个社区的理长，也是政府官员。后来我伫咧认捌的中间，发觉即个理长甲阮的关系，伊阁真主动、真乐观。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上帝甲我讲了后，我就开始联络。因为这个理长伫每当无论是感恩节，还是讲阮岁末的这个感恩餐会，阮拢会甲伊邀请来。所以，伊一听到我咧甲伊讲起，讲大桥教会即马已经卖出，但是无所在的时阵，伊讲无事无要紧，礼拜日早起，我的这活动中心互恁用啊！哇，感谢主，伊嘛真意爱扩展伫伊的活动中心的使用的功能。所以后来伫使用中间，伊嘛免费互阮来租用。兄弟姊妹，毋若免费租用，你会想讲教会物件要放去倒？感谢上帝阮咧桥水中间永康教会，因提供互阮会当有一个所在，将阮的教会椅啊，差不多30几条，迄种古早迄种重的椅啊、桌啊，会当放伫因的教会。原先伊是放伫教会边啊，伫遐晒日落雨。后来永康教会因为大桥教会的这个椅啊，因感觉讲袂使安尼放，因就将因的3楼的所在重新油漆。重新搁大磅礴，所有将阮这椅啊做好的规划，嘛促进因教会兄弟姊妹同心的关系。所以伫这过程的中间，你可能讲佫所有物件拢去吗？并无啦。大桥教会佫有一寡行政电脑啦，有诶里扣扣杂乱的物件。后来是安怎放倒位？我咧想讲无理长啊，请问吼，我这物件吼，你办公室敢会当互我放无啦？伊讲无问题，互你放，因为伊甲我讲，我办公室足少咧用的啦。办公室拄啊好，含迄个活动中心的大小是共款大啦。哦，有好无？你敢讲上帝备办好的啦？后来伫阮伫旧年的12月第2礼拜开始入去活动中心，到伫今年3月4月时阵，这段时间拄啊好是啥？台湾发生啥物代志？疫情啊！迄活动中心活通风呢，有安全无？感谢主！我伫旧礼拜堂的时阵，我甲兄弟姊妹讲，教会着爱建立无墙的教会。过去咱的旧礼拜堂伫遮是有墙，咱即马无有墙无？即马算无墙啦。吼，甚至咱教会嘛，阁有咖啡厅，这拢是为着要建立教会是一个无墙的教会在设计的。所以兄弟姊妹。伫这个过程的中间，上帝帮助阮进入一个社区，无教会5个月的时间。这5个月中间，嘛得到真侪人的帮衬。无论兄弟姊妹大家同心的奉献，无论兄弟这社区的里面，阮伫活动中心5个月中间，有认捌有3位的社区的里面进入教会，目前有2位是固定会来到教会。所以伫这过程的中间，我真感谢上帝。虽然阮人少，但是上帝嘛一步一步在引带阮去经历迄丰富的稳定。所以阮伫这个所在，阮嘛伫活动中心做这个社区的花艺文创班吼，迄中迄个就是理长吼非常的善意，非常的对我们教会兄弟姊妹真用心
你会当看见这在座所有的有一半以上拢是里民吼。这里民因开始认捌着讲，原来伫因的隔壁的巷仔，就是有一间叫大桥教会啦。因过去拢毋知影哦，大桥教会伫遐徛25冬久，竟然伫迄个社区安康里，无人知影讲原来遐有一间教会。吼，所以哦，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教会人着爱代表教会。代表教会创啊，讲福音嘛。你介绍教会有好无？有嘛？你介绍教会，教会当甲你帮衬，教会当甲你分享你心内的苦事，会当做伙逐个人伫上帝面前祈祷。所以你看见这里面，因每一个人拢真欢喜，甚至因的心内迄笑容，因为教会进入，因开始无相反。所以这是上帝伫这过程中间，恁所看到正手边迄个上正手边迄个是阮教会执事。伊本身呢，伊要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伊讲牧师，我无主持过，伊是大学尔大学生即马毕业啦。伊伫咧主持的中间，我看见伊的面是笑容非常喜乐、自信，真感谢上帝，上帝带领阮进入一个新的所在。当阮无买到3800万的所在，上帝甲阮陪伴。为什么？因为拄好到伫2月份还是1月份的时阵，总会这是咱台湾的国税局开始查咱台湾长老教会长老教会财务啦，讲大桥教会啥无注意啊，变成钱啊！是啥物问题啊？你那大桥教会爱紧去找所在哦，阮就开始大家逼切祈祷。一开始大家想讲伫活动中心拢真安全啦，无问题啦。会使啦，无毋免祈祷啦。我相信一定有人安尼想。但是上帝甲我讲，你毋通停止祈祷。后来我开始邀请兄弟姊妹中一同工，着爱持续警醒祈祷。后来上帝为阮陪伴即个事体，是伫大桥国中甲大桥国小的中，拄好距离500公尺尔，有好无？非常好。因为教会爱开始做细囝青少年的工作，是一个新的位置。所以上帝为阮陪伴这个厝体，拄好边仔厝体拢是差不多，比较早阮迄教会搁较细间。但即间教会主要是即间这个所在，差不多是过去教会2倍大的跨度。包含头前的停车，对阮来讲虽然要搁真有限，但是至少功能性会当增加。这红色的部分是教会即马咧增建内底的电梯的设备。伫这过程的中间，感受着上帝丰富的赏赐甲帮助。阮即马目前为止是伫1楼的所在咧做聚会，楼顶的礼拜堂厅要搁咧制作。这是楼顶的礼拜堂厅。外口面有一个真大的阳台，这个阳台要将做未来阮伫会后，大家兄弟姊妹交易的所在。所以这是阮目前的设计啦。每礼拜六早起，兄弟姊妹做伙到伫教会做摒扫，因为整修的过程非常的这个灰尘真多啦目前教会阮所做的工课，其实讲起来我感觉你若看这数字堪台南即马目前所有咧建堂的教会来讲，这有济无？无济啦。但是对大桥教会来讲，阮无地主，无医生。真咧笑，因为咱遮医生足多。但是阮有一位足疼阮的上帝，这是咱每一个人拢阿免的事。虽然现实上对阮来讲，这数字可能咱看起来感觉无济，但是对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因其实是会烦恼的。所以兄弟姊妹，对明年的4月开始，阮每一个月都爱有10万块是含利息甲本金，10万块对一间40-50人的教会来讲是足大的困难。意思来讲，阮一个月毋若爱还这10万块，阮嘛着爱搁另外10万块的啥教会经商费的运用的支出，就是一个月爱有20万，你靠我当正常啦，爱了解无？所以兄弟姊妹，对一间教会，对阮对今年的2月、3月开始，迄个时阵阮开始我开始去募款。真感谢上帝，咱台南地区的教会拢通过关心甲奉献，互大桥教会伫每一个月，我有去甲观察，拢差不多有24万左右一个月。
所以我真感谢上帝，我真期待会当紧紧将这个数字甲伊保护满。这个过程，阮目前为止所看到这手边，就是阮即马目前所欠的钱啊。意思来讲，倒手边吼是还没有还的哦。意思明年开始，阮就要开始面对。所以期待咱会当三甲伫祈祷中来为着阮教会来代祷。上帝互咱伫困境的中间是爱咱听见伊的声，互咱会当更加顺服伊的心意。这是上帝互咱的信用生命的智慧，是爱咱会当看见生命丰富的手术。我会当讲到几点？互我听困一下。我可以讲到几点？第一堂10点哦，差不多了，应该结束了。咱所看到是阮目前阮咧预备所有这物件的过程，上帝做做的手术。其实我今日有真侪见证讲袂完，期待咱的生命中间拢会当有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新的方向是需要咱有一个新的意向。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来跟咱大家做伙分享。有一个将军，伊开一只船，当伊接到一个电信号的消息，在讲起讲，前面船只头前的船，请你刷边啊3度。后来这个将军啊生气，我当堂嘛是一个将军。凭什么叫我刷3度？你刷3度？后来，这个声音佮甲伊传讲，请你刷3度。这个将军佮煞生气，讲：你是什么人？请你报名。哦，这个电台吼，这电信号，这个电台佮来啊传来，麻烦你刷3度啦！我这是啥？我这是灯塔啦。兄弟姊妹，咱的生命有时亲像安尼，咱咧机台看到迄个亮光，有我看到我较惊，但是有时上帝咧甲咱讲的声，咱无拄要听啦。咱机台看见，但是咱的心内无听见，咱无愿意做。上帝意爱咱有一个新的方向，是爱咱毋若看见，当咱听见的时阵，咱嘛安怎？咱嘛愿意安尼军队来做，愿上帝的话亲自帮助咱、丰富咱，亲像圣经内面所讲，耶和华求你互阮所比列的人归回，那亲像南地的河流搁流，流泪撒种的必怎么样？欢呼收割。圣经嘛安尼讲，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讲，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备办的是啥物？目睭袂捌看见，耳孔袂捌听见。人的心所袂捌想到的，愿上帝话亲自赐予咱，帮助咱，开阔咱的眼界，互咱的生命会当真心看见上帝所爱咱看见的事，行伫上帝所要祝福的道路。咱伫主的面头前，咱三甲做伙起立，用一首诗歌，新的意象，新的方向。伫你的生命中间，我毋知影你有偌济动荡，但是咱甲上帝讲：主啊，帮助我，互我伫忠心甲主你立约立志的中间，搁一摆对阮的生命中间，通发出为主做工的生命，是有使命的生命，有感动的生命，是有疼的生命，是有信心的生命。咱做伙用这首诗歌来甲主讲，有敬拜的声音发出，对我带着地到海的深处。上帝今日要唱一首新歌，咱的主要做新事。前的事拢已经过去，
你基督来，一切拢要更新。咱甲主讲，新的看见，新的意象。主要为你的生命带来新的故事。故事，新的方向。全地拢要出声，求求荣耀的主，远远地来，天要打开，主阮要降落来，上帝个荣耀彰显，全地拢要出声。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伫我的中间。前的事已经过去，伫你的生命中，上帝要搁一摆将新的物件放伫你的心内。咱这个时阵，我要邀请咱做伙为着咱家己的生命来祈祷。咱求上帝帮助咱，前的事过去，你着将你的新的眼光放伫新的位置。上帝要互你的生命伫教会上帝的圣工的顶面，为教会为上帝国的福音的工作，来带来有果效的行动，互你的生命伫世间的日子，被上帝称作好佮尽忠的萝卜。咱做伙开声，为着咱家己的生命来祈祷，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阮感谢你，愿你圣神的气力，成做阮正兄弟姊妹的帮助，互阮领受新的事，互阮领受伫阮的新的眼光所看见、所领受的代志，伫阮的心内来布衣，亲像结果子的生命相款。主啊，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的生命会当亲像果子结果子多多，互阮的生命会当显明上帝你所疼、所喜爱、所欢喜的生命。阮当心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前的事拢已经过去，你基督来，一切拢要更新。新的歌曲，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咱大声甲主讲，全地拢要出声，求求荣耀的主，远远地来，天要打开，主阮要降落来，上帝个荣耀彰显，全地拢要出声，求求荣耀的主，远远地来，星星映照，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伫我的中间。咱求圣神来引带咱，全地拢要出声，求求荣耀的主，远远地来，天要打开，主要降落来，上帝个荣耀彰显，全地拢要出声，求求荣耀的主，远远地来，星星映照，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伫我的中间。星星映照，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
伫阮的中间。主，你听你的囝儿，主，你听在座所有徛伫你面前所立志的兄弟姊妹。主，愿在阮的性命，若毋是你所赏识，若毋是主你所拣选，若毋是主你所喜爱，主，愿在阮的性命一粒米久，你嘛要调倒转。主，恳求上帝你帮助阮，愿阮的性命着把握时间甲年日，为晓得有智慧来数算家己的年日，怎样奉献阮本身，互主你来使用。感谢上帝，当你使用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来领受这个宝贵的信息，愿在伫阮的家庭、伫阮的生活，甚至伫阮的所听受的教会内面，愿拢要为主你来做光做盐，为主你来行新约基础。主，愿在阮的生命要互主你得主你的欢喜。愿上帝你赐福伫富强教会众兄弟姊妹，同心用祈祷来起造神圣的这段，是得主你所欢喜的这段，是上帝你所听的生命。愿上帝你感纳阮今仔日伫你面前所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伫你要坐来以前，甲你边的